恁若知疼，众人就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即个时阵，咱来读客英文第50篇。客英文，我来客，恁来做用。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同齐声来读，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即个时阵要请中山教会黄谦顺牧师来祈祷。请人同心压头来祈祷。主上帝，阮献上感恩伫你面前，感谢你带领阮彰化区正教会伫各项的事工，拢有主你的保守带领，一真顺遂。阮献上感恩，今暗阮彰化区的两礼拜组织伫永福教会特别要为着228 72周年的和平纪念日，伫遮所举行的联合礼拜，伫上主时伫阮彰化中华市区也共即个时间伫举行，上时也伫阮台湾各所在伫最近也拢相连续，拢伫纪念即个228的即个事件。主啊，228事件对阮台湾是一个真大的痛，因为228造成阮族群之间的互相对立，几十年来到即当阵也袂得通解脱，也袂得通解放，因为侪人对即个事也阁有怨愤。主啊，阮要通过主你的痛来帮助阮，通过疼甲包容，大家会当化解即款的族群对立。虽然阮愿意用疼甲包容来接受即项事，总是阮犹原伫每一年犹原爱纪念这个事，毋是要搁再挑起即款的仇恨。阮愿意搁一摆来呼吁阮台湾所有的人民会当通过疼甲包容来接受这个，互阮的族群会当彼此相和谐，踮伫即个岛屿，为着阮的子孙的将来来做好的拍拼。主恳求你帮赞带领，通过阮今暗即届聚会，通过王牧师甲叶嘉文院长因的讲道，因的说明，互阮会得通搁较来了解，互阮对身体真正会当放下一切的仇恨，用疼甲包容来迎接未来的一切。愿主你引带阮今暗下面的时间，恳求主你的灵甲阮同在，开启阮逐人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咱即时阵来共读上帝话语，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米赛亚书6章8节。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这个时阵，咱要请陈怡欣姐妹，伊要用祈祷的诗来学乐主导文。咱今仔真欢喜，咱要来邀请王进财牧师以及姚嘉文院长，因要来分享的题目是愿上帝国降临，这是转型正义新社会。咱将时间交来。大家平安。耶稣安尼教咱讲，逐摆恁祈祷的时，就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耶稣教伊军队伊学生讲，恁祈祷的时，恁祈祷的对象就是倒一位？伫天里的爸。因为，但是近来我有看到真侪教会，侪教会咧教人祈祷，伊伫咧教人祈祷讲，恁逐摆祈祷的时，拢着安尼讲，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耶稣教咱讲，恁逐摆祈祷的时，着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教会有个，哪敢若佫搬出另外一套？耶稣祈祷，耶稣信仰的耶稣伊整个信仰的对象上帝，但是有真侪教会对耶稣去。OK， 那咱过来看耶稣咧祈祷的时，安怎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天呢。耶稣一心意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会当临到伫地呢，伫地呢，亲像伫天呢。这是耶稣的祈祷，毋知有可能耶稣的祈祷变做你的祈祷无？耶稣心内的一幅图变做所有咱基督徒，逐个人往哪来享受耶稣心内迄幅图？上帝的国临到伫咱中间，
伫咱的台湾，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中华，上帝的国若临到伫遮，这会是一个什么款的国度？耶稣佫一摆安尼伫咧讲，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我毋知你咧祈祷的时，兄弟姊妹，我毋知影咱伫咱的教会，咱的追求的是啥物？耶稣讲，恁着大声，所有的物件上要紧，终局的关怀是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正做整个你我咱信仰追随的中心点。保罗嘛安尼讲，上帝的国，毋是在伫恁遮，是在伫公平正义甲仁爱的心。愿圣神伫咱的中间，慢慢啊带咱伫咧兑现即幅图。耶稣的祈祷，耶稣一生伊将即个等入去。就是要起造上帝的国，要安怎通过伊的宣讲，通过伊的行道，通过伊的救赎，然后互人讲上帝的国通过你的所做，痴迷的得到看见，败下的得到行路，然后遐边缘人因为耶稣去甲揽，互伊会当佫入来到伫人群的中间，互人看见讲耶稣来了，上帝的国真正临到伫我，上帝真正听我告急。所以整个耶稣要互咱的信仰，就是上帝天父的爸伊的国。伫伊的国的内面，上要紧是上帝国，上要紧是义，迄个公义的存在。上帝用伊真公平的目睭伫咧看待世间人，不管你有读册无读册，你穿西装还是脱只脚，上帝目睭，伊用一个公平正义，无偏左无偏右。圣经讲亲像一个亲仔，拢徛伫遐。上帝用即款的真公平的亲仔，伫咧量正人的心。但耶稣伫咧传达的即个信仰的中心，毋知要伫今仔日你我咱的信仰，还是基督教会家己搁咧等另外一套。耶稣人生最后一礼拜，伊入去耶路撒冷的圣殿。人生伊入去耶路撒冷圣殿，至少有3摆，至少3摆以上。逐摆伊拢照平凡安尼入去，但是到最后拜2，伊拜4暗，互人掠；拜5，互人钉十字架。拜2，伊入耶路撒冷入圣殿的时，竟然甲内面边夹起来，甲圣殿内面遐个刀啊，车刀，甲遐个经学师，甲遐赶规个做卖拢赶走。规个圣殿因为耶稣大生气，拢变了样。因为耶稣即马搁来就要用钉十字架啦。伊若无做一寡什么代志，若敢若伊已经出入即个耶路撒冷圣殿遐侪摆，迄当时圣殿的存在，若敢若拢是正确的。是安怎？伊伫人生，咱拢看到耶稣是足慈悲的，拢是足充满疼心、疼痛、慈悲、怜悯、包容所有一切软正乱俗。啥属于伫即个时，伊即个时，伫上帝的殿内面大生气。车倒遐传统伫遐，毋知几百年的一个宗教的模式，规个甲车倒去。由于毋知即个互你我有啥物款的印象，还是有啥物款的反省？当上帝的殿若离开公义，当上帝的殿若互人看袂到真正听甲公平正义，迄个圣殿的礼拜是上帝毋伫。因为上帝国临到，上要紧是怎样伫圣殿内面，遮个人你怎样伫咧甲人行道？你甲外口的人怎样行道？若确实即个人甲人的互动，整个社会的互动，迄个公平正义性若失落，内面搁较侪人头，圣殿内面搁较侪好听的诗歌，对耶稣来看，
迄拢是一种的见效，因为迄拢毋是上帝要滴。所以为着安尼，耶稣到最后人生最后2天，车倒圣殿内所有互人看做上东方、上理所当然的物件，规个车倒。伊要伫车倒的中间，要互人去定心起造一个较符合上帝国、上帝的心意的教会。人头真侪教会伫咧拼人头，是啦，耶稣嘛用伊的身者，用伊的慈悲怜悯吸引人，然后互人千钧一疗性命改变，改变了吸引真侪人。5个饼2尾鱼的身者吸引足侪人，但遮约翰福音第2章23节、24节，遮讲耶稣伫耶路撒冷看到足侪人来跟缀伊，遮足侪人是因为看到耶稣行神迹，所以缀伫耶稣身边的人看到耶稣真侪奇妙的作为。但是遮圣经讲一样，人遐尼多，耶稣并无将家己交托因，因为耶稣未信任遮的人。这个人来亲近，这个人甚至来圣殿，但是因的心是毋是伊所爱，因是干那要看闹热，还是要得因所要得的。那耶稣伫即个遮爱咱来到伊的面前讲：恁若要跟缀我，恁着逐日背恁的十字架。即个遮有一幅图，是生耶稣的玛利亚。伊所吟的诗，看是上帝通过圣神，互伊怀孕了后，玛利亚伫遮吟一首诗，讲：我心尊主最大，我的神灵上帝，我的主最快乐。尾仔则讲，即个上帝，伊伸出大权能的手，赶除遐冲攻者的心啊，甲因的计谋，然后甲权大强大的君王对因的以后位甲落去，甲赶落去，然后互遐卑微的人，互因升权，互遐枵餓的会当食饱，互富足的人空手转去。这个当看见讲，玛利亚等于怀孕耶稣了，伊对心底有一个懊恼的时歌，伊看见上帝怎样怜悯我。上帝神怎样充满我、接近我，然后伊看到的一个，伊用一个新的心灵来看一个新的世界。原本遐有关系坐伫权位的，总是遐坐伫权位吞食下骹的人。但是当这个新的婴仔临到了，伊要建立的一个新的上帝下伫上帝的国度，就遐下骹受困着、受压制的人，因会当爬起来，坐伫权位的上帝甲落去。互人欺负的、无面通食的、加改赞的人，互因会当食到饱，总是遐食到饱足足的遐肥滋滋的遐，上帝互因空手转去。你当看见，这伫咧有表耶稣来临的时，这个才有一个新的社会特殊伫咧形成，互迄个旧的强权控制的迄个定心得到调整 ，upside down。顶面呢，怎啊变做下骹站，下骹站的受高升。那伫遮，咱伫咧纪念这样事，认为咱要按怎样成做上帝的百姓，耶稣基督的学生，咱伫咧追求，因为信受称做义，但是这个信受称做义，义是啥物？义是讲，要甲上帝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要成做伫神的内面的义人，大先都要去找到咱甲上帝迄个足合义的关系，然后甲即个佫摊开，用即个甲上帝真水的关系，然后用上帝的心意来款待咱身边每一个人，有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亲近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款的人，伊爱甲你伫所有的顶面是平等的。伊爱甲你享受同款的，所以无有人吞食人，人借着任何的工具去欺负任何其他甲你无共党、无共派、无共色彩的人，无，因为这拢是上帝心所爱。
今仔日郭祖明牧师安息礼拜六。郭祖明牧师互咱纪念是对少年到伫年老，到伫生命开不最后，伊也阁用先知的精神，伫咧背十字架，伫咧发声。因为伊伫咧学耶稣，耶稣的一生是背十字架的人生。新约的圣经伫遐咧讲，若无十字架，就无一切信息；若无十字架，就无阳光。从迄个十字架，耶稣伫迄个十字架内面，伫咧显明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因为伊要显明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总是世间人无爱，所以就甲掠去钉十字架。到耶稣互钉十字架死伫遐的时，钉伊的人，逐个人拢洗手，讲这甲我无关系。虽然是安尼，耶稣佫伫遐伫咧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伊毋知。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伊毋知。今日228纪念228，昨昏我伫张师大教册，我问遐学生，后礼拜228咱无休困，咱休困无读册，请问228国定假日是咧休啥？90几个学生，一两个答袂出来，其他拢点点毋知228和平纪念国定假日，毋知为虾米他有即个？毋知讲伫即个背后有2-3万个台湾的精英丧失去，迄个悲惨的过去的历史，少年人无去啦。因为耶稣基督背十字架，郭祖明牧师背十字架，万郭祖明牧师10年的姚嘉文院长，你猜10岁吗？伊嘛为着台湾人背十字架，争取言论自由，各样事件互人掠，然后都爱坐监牢。郭祖明牧师的财产去用查封，台湾人若要为着家己活真好、真紧、真轻松，但是只有一寡人，伊伫咧学耶稣，毋是为着我家己的利益。伊咧追求的是正人伫上帝面前，有共款的民主、自由、人权，逐个人的安全要受确保，毋是干那即个社会，毋是干那少数人伫咧享受，是要咱要按怎样来追求台湾的社会，要按对遮佫行出去，因为咱过去受真多的苦。南非的一个黑人的主教，伊讲一句话。伊咧讲无赦免就无未来，爱有赦免才有新未来。即摆问题是，当咱伫咧追求即个新国家转型正义的时，咱才发觉一项：咱要追求，咱要进入一个新的未来。咱毋望即个伤痕会当紧紧过去，但是咱咧找无，咱找有足侪受害的人，有足侪受害的人，但是咱找无加害者。那敢若即个遮有发生命案，5-6个人去互弄死人的怎啊？那敢若看到不一个怎啊走对迄栋大楼入去，然后直叫讲看啥人到底伫即个大楼，啥物人弄着遮？无人要出来，无人要承认，佮内面有人包庇，然后整个外口的社会甲司法单位直直讲：恁遮莫甲人追究，莫追究，莫代志互伊过，都死啊，伤害就伤害啊，毋通佮落去，但社会的乱，一切遮今后遮交通经恢复正常，是啦，遮家属嘛讲，阮会当原谅，但是到底是啥人？到底是啥人，互阮的亲人无命？到底是啥人？到底是安怎样啦？我想今日咱伫遮，咱是咧，毋望咱有机会行过一步，告诉我一个真相，然后我们可以走过去，我们愿彼此赦免，因为已经太久了，太痛了。然后耶稣伫遮讲：爸啊，赦免，因为因所做伊毋知。然后台湾的社会当紧紧进入新未来。由律师院长
迄个时，互人关伫监牢出来了后，都袂当正式工作食头路。台南新南医迄个时有请伊去遐教册，包括我真敬重的蔡明显长老，迄个时对加拿大、美国倒转来，因为乌名单伫台湾社会嘛找无头路，所以台南新南医就拢请因遮的乌名单的人去台南新南医教册。我拄仔迄个时有机会受因上因的课，做因的学生。那这个是我将这个时间要交我的老师姚嘉文院长，因为伊甲青玉这咱的前馆长，因是第一线参与伫这个事件、这个历史了后，会当讲是第二波个迄个228了后，也佫这个后一波台湾的灾难的一波，因为伫遐，但系即马因行到倒位，我要将这个时间交互姚嘉文院长，咱甲拍一个扑克礼好吗？因专工对台北赶转来，我毋知影你坐啥物车，因走的。各位牧师、各位长执、各位姊妹、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好。228事件伫台湾重要事件，加害者、被害者、统治者，甲一般百姓、甲受难者，拢是足困扰的代志，毋知要怎解决。老蒋诶，周介石为中国来，知影讲，台湾人为着228事件，对中国政府非常无谅解，对国民党非常无谅解，所以拄到喺当时，陈仪228事件喺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将军，想要投降，我去共产党，全甲掠来台湾枪杀，判死刑枪杀，甲咱讲228事件就是即个啦，陈仪将军做，甲我无关系吼。所以你若去，我怎么甲伊枪杀了？没事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拢毋是阮的代志。陈仪伊毋好，伊想安尼看会当消除台湾人对国民党、对中国政府、对南京政府因的怨恨吼。当然效果安怎，你拢真清楚。这问题伫拖到台湾人做总统，李登辉伫1988年时接总统的时阵。伊也是足困扰。李登辉上任一天的记者会，人咧甲问讲：李总统，当即马你做总统，台湾人做总统，你对228事件的看法是安怎？李登辉讲：我们代志都看前，毋通看后啦。恁做少年人做记者吼，你做228，你也无出事吼，毋通讲这代志啦，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伊想安尼讲就无代志，结果造成咱教会也好，咱的知识分子也好，莫讲家庭，或受害者的家庭，足侪人，包括阮，都非常愤慨。讲这李登辉总统讲这话是无聪明，得罪足侪人。我已经出甲真久了吼，出甲诚年咯。有一天有一个博士。自称讲是李登辉拜托来问我，讲李登辉这位总统咧问姚先，伊一摆讲遐话吼，大家足受气，伊有啥办法？我大家莫受气，来解决这问题吼。伊嘛足困扰。我讲也无得要听，对无？李登辉总统虽然台湾人，但是究竟是国民党党员，甲中华民国总统，我讲无得要听，讲你讲看卖，我来甲伊转达，互李总统看伊要接受无？我讲好啦，你既然问我来讲，我想一个办法。因为1年228拄啊礼拜日吼，我咧甲李总统讲，叫伊讲吼去做家庭礼拜，吼叫一牧师去伊厝诶去赶摕做家庭礼拜，拢莫讲话吼，莫讲啥物话莫伫发布新闻讲咧做家庭礼拜，安尼。叫牧师去讲，你免想讲。伊讲好，我甲李总统讲。我第2天3号找我就看报纸，看李总统家庭礼拜安怎做。结果总统府发布声明，讲咱这新总统李总统去淡水拍高尔夫，
拍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以前伊咧拍高尔夫吼，毋捌发布新闻，爱讲3个吹着发布新闻，看气死人吼。当李登辉伊是调工的嘛，伊是足聪明，调工安尼做，所以即个代志颠倒造成，包括我真侪人的不满，讲伊无诚意处理。啊，那李总统若无处理228吼，伊比蒋介石较歹做人，因为你是台湾人，啊，伊嘛是受害者，吼，伊嘛是受害者的家庭的子女，还佫逐个5万，还佫基督徒，你无处理袂使，啊，所以可能以后伊也受到足大的刺激，想要来解决228代志。啊，就咱有2条路，一条政府咧做，一条就是即个民间做足侪家属。开始有组织，啊，政府无咧动，所以有受难者、228受难者一寡会、一寡组织、一寡会慢慢出来。迄阵啊，要处理即代志，吼，国民党内底当然内底有足侪无共款的看法。要怎解决即个问题，互台湾人以后袂因为228造成外省人、本省人、政府甲民间之间的即困扰对敌，吼，啊，所以。咱这边不断咧讨论吼，其中一个家属甲这支持者有足侪无共款的看法，有诶讲血债血还吼，血债血还血还血刑，就是讲伊安怎甲人抬，咱个抬倒转来吼。但即马你蒋经国、李登辉蒋介石，你若死了吼，老蒋若死了，台湾人做总统，即马咱就要来报复啦吼，报复即个。报冤仇吼，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吼，即款思想足侪咧讲，啊，但阮无法度接受即种讲法，即种法无法度解决台湾即个228事件的问题。啊，到时候咧讲，要叫政府赔偿嘛吼，啊，即个家属讲无爱摕国民党垃圾钱，无爱啦吼，啊，或是讲好啊摕钱，但是袂使摕政府的钱。摕国民党的东山来赔，足侪问题造成。阮当时，甲无过我1992，我著做立法委员的时阵，民主进步党派我甲国民党的代表马英九法务部长，吼开始咧谈判一寡具体事实。因咧这边伊伫研究，吼，咱做组织伊伫研究。啊，我毋是228的即个受难家属，阮著较客观来思考即个问题。咱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研究现在发生228事件，咱圣经咧讲真理互咱自由，吼，真理互咱自由。圣经的真理英文写 truth 就是事实，事实互咱会当自由。228是安怎会发生？228发生经过是安怎？即个咱拢无了解，吼，无了解，所以咱着爱了解讲现在发生228。啊，圣经嘛咧讲。讲伸冤在我，吼，伸冤在我，还是报应在我，互上帝去处理。所以咱一开始就无去接受讲以牙还牙、血债血还、以言还言迄种报复的理论，咱用别个方法来处理。啊，所以这边开始讨论，哦，劝诫，讲叫大家吼，毋通接情绪作用。咱嘛是讲228以后。台湾人内底，不管外省人、本省人，不管是国民党、别党，所有人会当和平相处。台湾成了一个民主的社会、和平的社会，莫阁有冲突吼。所以这是咱的目标。所以咱受这和平的这种讲法，是安怎做和平？就是希望台湾内部吼会和平相处。但要和平相处，要有条件。毋是讲忘记了，不要谈李登辉当时承认讲不要谈啥，李登辉嘛感觉讲伊讲毋对话，所以以后伊开始接近家属，啊组织足侪组织，啊不断伫总统府，啊是外口伫教会伫讨论文章。咱这边开始讨论了，五个方法，哦5个主张，5个作为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爱赔偿。赔偿吼，4个啊抬的，啊几个赔偿。第二啊建立纪念碑来纪念这件代志。第三，凶手、加害者爱处罚。第四，爱放假，吼，爱甲
做一个228即天一个国定假日、国定假日或者和平纪念日。第五，所有资料开放，互咱了解讲228这是安怎发生、经历是安怎，即5个主张吼。第一就是讲赔偿、金钱赔偿、纪念碑的建立，追究凶手、国庆日国家纪念日。第五是资料开放，所以行政院就组织一个228的基金会，开始咧处理这代志。另外就是讲，另外即个或者228的这基金会来准备一寡钱来赔偿。伊当时李登辉讲228犯罪人我们都要赔偿偌济所以先传100亿，传100亿第一年。当时我甲马英九伫咧谈判的时阵，马英九讲，李登辉讲恁这边咱这边讲死亡是死刑是死亡1000万，1000万上少10万，规一天规一个月上少10万，上侪1000万。马英九讲，李登辉讲，国民党讲如果很多人要来讨钱政府无犯罪钱啦。到底228哪里法律公布了，制度宣布出去以后，到底政府要创偌济钱那种几落万人来，政府讲有钱，所以1000万有较济，讲600啦国民党讲600。咱这边大家嫌伤少讲600，是要4名600，所以这问题真一块啦。咱日咧讲上困难的追究凶手的问题。我讲追究凶手蒋介石讲凶手就是陈仪陈仪就枪杀了了莫阁讲了阮的研究是讲228的问题，毋是讲倒一个人、倒一个将军、倒一个政府、倒一个即个警察的部队迄款的问题，后壁佫较大的问题是啥物？就是外来政权。当然就想讲228发生，当然足侪代志歹代志因做，但是发生是为外来政府来台湾。这台文学院院长林茂生博士，因囝叫做林啥物克？林宗义博士住伫温哥华。有一年我去因兜住，咧讲起林茂生博士、林茂生院长的代志。伊讲，伊当时228事件发生的时阵，因爸爸就4月去走，处理这代志。因为林茂生一向支持长山的政府祖国转来，足讨厌日本人。就想讲，大家咧抬来抬去，毋是办法，就去4月撞是安怎？有一天，林教授咧甲我讲，一天暗时因爸爸无转来。迄阵因的教育是日本式的教育，所以透早大家做阵食早餐，因爸爸头毛散无啥精神规暗无对咧无闲，但是早起时会出来甲大家食饭，就甲问讲倒啥，昨走倒位，是安怎哟？哪会安尼足无精神？你无想讲，咱较早拢足讨厌日本人，期待长山祖国来。无想讲祖国来出来人比日本人较歹，无想到讲长山，咱期待长山的所谓祖国的所谓官员兵比迄日本人佫较歹，就已经知影已经上万了。所以真侪人认为讲林茂生伊的思想的错误，认为讲台湾的救星是长山的祖国，当即阵知影已经上万了上万，所以到尾伊失踪，死一刀，代志倒嘛拢毋知影。这是一个现象。台湾人迄当时足侪对日本人不喜欢日本人，讨厌异族，无共款日本四卡这种人不喜欢，是讲长山咱的祖国，因若来就当甲咱解救，甲日本人赶出去，足欢喜。结果来比日本人佫较歹。所以咱当时一直咧宣传讲，228事件发生，躯体一件一件上抬上掠，上做歹同意啥物人迄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上重要的问题就是外来政权。有一个比咱台湾
较无知识、较无卫生、较无进步，一落伍的政权、腐败的政权要来台湾，咱台湾社会比中国迄边继续进步，继续受教育，继续知识，继续现代化。即个社会竟然有一个比咱佫较歹、佫较无卫生、无知识、佫无法治的一个政府来即种情形当然发生这代志。所以台湾若要避免佫二二八佫代志发生，就是要拒绝佫另外一个新的外来政权，不管倒一国，当然主要是中国，袂使有这种政权存在。所以大家结论就是讲，咱要避免二二八事件佫发生，避免像二二八事件这种代佫发生，就是袂使佫有外来政权。即个主张到尾民主进步党嘛是接受。到今仔咱一直讲拒绝九二共识，拒绝一国两制，拒绝中国政府。老蒋的时代，伊咧讲反攻卡个、反攻大陆或者叫做啥物讲话，迄是讲要当中国个统治的观念，但是伊至少知影讲袂使互即个中国来，即摆中国政府来台湾统治，若佫来佫发生二八事件。所以咱讲和平，你就说我们台湾内部的和平，大家相处，但是条件要有条件，毋是讲凊彩讲啊，着大家袂记了了，毋是。第一，就是爱赔偿，赔偿爱法律啦，编预算啦，敢为着赔偿即句话国民党毋接受啊。伊讲政府会使摕钱互你做加赎，但是无要赔偿，你赔偿表示伊毋对啊，所以法律是写补偿。甲一直补到赔着比足久。阮甲迄个做马英九讲，你顶甲因讲你赔偿都无一定要接受，你讲补偿大个较毋接受，伊讲都国民党内部嘛足侪，伊当时的即个外省的势力足强，伊嘛坦白甲阮讲，敢若要补偿600万都有人反对你要求赔偿1000万，佫较困难。人倒来即边，咱就往来劝到尾，我嘛真惊呢。因到尾做了和谐以后，倒来法律通过，我只要做立法委员嘛，做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倒来搞不好，无倒来我有骂，足侪家属嘛是，你讲1000万嘛900、800拢无个，上少1000万，而且赔偿袂使再补偿，但是。嘛无法度，国民党立法委员较侪迄阵家属内底也有一寡人接受阮的苦劝，有讲有太太有欧巴桑讲，因先生都死犯久咯我嘛得要死咯，偌侪钱好啦，赔偿拢好，600、1000拢好，摕一寡钱来，我摕来阮先生的墓的拜拜的，分一寡钱互做子孙我死也甘愿也有即种人，当然有一寡较硬的，较少嘛也讲无爱去领啦，垃圾钱无爱领，无国民党的党库摕出来赔甲国库是咱的钱无爱当然李登辉嘛足用心，伊嘛招足侪人去总统府去迄款做即个公开道歉，办一个音乐会伫国家音乐馆。公开伫家属，请家属起来悬顶，家属代表起来悬顶，遐公开代表政府，甲发道歉。当然慢慢伊佫答应讲纪念碑好啦，阮伫新光园，设一纪念碑，国师也要设，做咧去设，伊赞成慢慢咧讲，而且伊也答应讲要设一个委员会，另外一个基金会咧赔偿，委员会咧调查，一寡资料。所以各机关所有甲228有关系的资料，拢集中互这基金会，佮一个学者去做研究。所以我伫做落中间写足侪小说，但是我无写228，资料无全，所以就是拄仔咧讲的圣经讲，真理才互咱会当自由真理就是 truth， 就是事实真实我若毋知影迄经过也无真成熟的观念，我无怎写。所以我出来以后，咧做科技的时阵，时间较侪的时阵，政府即228基金会所有的
慢慢啊资料调出来。各警总迄阵警备总部已经无了吼，概念已经改对了。警总的资料调国防部、警察局、甲宪兵队、甲足侪所有机关，吼，敢国民党的中东部无交出来，甲即嘛是足侪也毋交出来。国民党伊讲伊毋是政府机关吼，即摆就讲毋是政府机关，足侪党的即个档案，吼。党史馆内底一寡资料嘛毋交出来，大部分足侪资料交出来以后，我看了，我认真咧读吼，读了，搁迄阵原住民委员会已经出来了吼，所以我全将这资料看足久，全写一本小说叫《武侠人机关物色人子观》。上面写武侠事件，就要写李白事件，做阵写做伙，吼。大家开始研究，甲我讲，足侪感觉真正李白事件处理了，咱上着避免个李白事件即款代志佫发生，就是爱记出来新的外来政权。所以即个立场甲基本拢共款，所以咱绝对袂当接受即个九二共识，袂当接受一国两制吼。因为蔡英文一直坚持。无法度接受，就有一寡中国人来找我，嘛讲啊，你劝恁党主席、劝恁总统接受九二共识，接受一国两制，我们两岸就和平来往，这无可能啦。阮咧党的立场就足清楚啊，阮台湾主权独立不属于中国，而且居出来做中国一部分。蔡英文主席伊就是宣布伊接受九二共识，我无路用，因为伊无去管。伊做总统宣布我接受台湾中国一部分，伊嘛无去管，伊无去管理。因为总统，因台湾是毋是中国？这是国际事实，是主权的事实，是法律事实。一个总统哪会使讲啊？随便讲啊，中国台湾是倒一国的袂使。我讲恁中国人吼莫名其妙，这强人所难。一个总统也好，一个党主席也好，拢无去管理来宣布讲台湾是谁的，无去管理吼。甚至台湾也无超过足侪100%的人来支持，嘛无可能讲承认台湾。台湾都明明咱的，哪有讲就变做恁的？吼，不可能。所以迄当时，这个我就利用迄资料写一个武侠人机关吼，写李白事件甲武侠事件。所以资料并出来以后，咱发现足侪代志，真侪。咱讲外省人歹，其实足侪台人诶，是台湾人台家己，台湾人做了别啊去报告，又动员足侪台湾人啊，登山转来台湾本地台湾人，伫遐咧做了别啊咧解决这代志吼。所以了，纪念碑就做起。纪念碑诶困难是讲，即个纪念碑诶碑文要怎写？但意见足侪，这碑文就讲李白事件。咱不但要写纪念碑，要写碑文，而且要刻伫学校的教科书内底，互学生啊知影李白是啥物代志。拄啊牧师咧讲，足侪大学生嘛无了解吼。那么刻伫内底要怎写？到即仔嘛有足侪无共款的看法吼。有诶国民党调李白都共产党啊，都是讲话搞的啊，安怎吼？其实。这拢毋是啊！真正阮的原因就是讲，新外来政权对比台湾较浓厚外来政权，无民主、无自由的一个外来政权来统治咱，拢会发生。这个理由，咱的坚持就是安尼写。所以这追究凶手这部分真困难。伫阮开始咧做运动的时阵，所有迄上水草死了，走了，敢若有一个警备总部迄个秘书长。秘书长参谋长也住伫台北，住伫台北，伊住的所是即摆行政院长的官邸。伊的房间阿门头要1公尺，电车弄袂过去。伊的房间特别加足高，即摆行政院长咧住伫金华街遐。阮后摆去遐围啊，甲弄门，甲破拆落啥，到尾伊嘛是讲走出国去。所以当初有权力指挥，还是讲私下，像林登入这种人，台湾人这种人，我真侪死，倒的，所以讲所谓追究凶手这件代志，到即仔无法度做，也无法度进行。但是
咱有一个项有做讲追求责任。所以即个二礼拜基金会到尾有写出一个礼拜的责任的归属，伊的结论就是讲蒋介石，蒋介石伊的二礼拜的即个责任是伊的责任，绝对的责任。你讲到尾也将陈仪掠台湾枪杀，但是二礼拜发生了，陈仪转去中国是做啥物？做中国第一省浙江省的主席。浙江省是中国上好野、上大，佮即个国民党主席蒋介石故乡做主席，伊当时并无甲处罚，不但无处罚，佮甲伊升官，升做中国上大的一省，上好野、上进步、上有钱的一省，浙江省的主席。所以你讲以后掠台湾枪杀，迄是骗人。虽然伊当时一部分台湾人，包括我小学老师上课就足欢喜讲啊，迄陈仪枪杀了咯，好足爽，因为足欢喜、足兴奋，其实这陈仪枪杀毋是二礼拜，是因为伊要去投降中国的关系。所以到尾啊，这追求凶手的部分，咱就改做讲追求责任，即个蒋介石是伊的上对的负责任。但事实上，国民党处理二礼拜，蒋介石处理二礼拜，系用迄落影响伊家己，伊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南京这个军队要包围延安，做毛泽东伫迄个所在包围延安，咱几个路拢要集过来。但是忽然间发生二礼拜事件，所以台北这边就一直拜托南京讲派兵来了，台湾有危险，所以就21师就为上海调来。21师是四川人，是美军的装备上好的设备、上好的训练、上精锐的兵啊调来台湾。这师本来要派去延安，派去延安，做到3月初8左右要包围延安。就欠一师，所以毛泽东走去啊。所以当你讲蒋介石伫中国的抗战胜利声望反悬，无到几年就崩落，是啥物原因？几个种原因，比如讲这个外蒙古去独立啦，这满洲战争失败啦，是讲对日本以德报怨，无要赔偿，个几个原因，个一个上条原因就是。二礼拜事件，二礼拜事件伫中国大陆一直咧宣传讲台湾人是期待，像咧林茂生教授讲的，期待祖国来救的台湾无共产党，台湾人无反对长山来，无抵抗，现在事就即个满洲、东北嘛无共产党，满洲国民党伫遐先怎会建树共产党，会足奇怪。台湾人是欢迎祖国来啊！台湾人兵仔来时，21师因前后来拢举旗去欢迎呢。是台湾发生二礼拜事件，所以拢是中国的报纸做大公报，是拢是立法院，足侪所在拢一直咧批评讲国民党来台湾接收啦对台湾即款欢迎咱来即个所谓光复来接收的。会使表示到尾甲你反，表示你咧政府是崇拜，所以共产党当然一直宣传嘛所以即讲做代志要做，咱再来讲和平，拢无做袂使，做了咱来讲和平，所以总是到尾礼拜有通过二礼拜做国定假日互咱大家记哩二礼拜，这是咱的国人的日，也是咱的愿望，毋是要报复，咱愿望是要报完仇，咱圣经所讲的叫做。报应在我，报应在我，是报怨在我，毋是靠咱即马对现在外省人像对现在国民党进行即个以匪来对付匪，来大家相待，毋是安尼。希望大家台湾会和平相处。当然同时，咱政治方面，咱提出另外，这是家小个误会主张。阮这政治方面是咱有先3个主张。第一，改组改严；第二，国会全面改选；第三，总统直选。台湾要真正避免佫以后有冲突，
当然，外省人即摆嘛是大家拢有足侪怨愤、足侪不满、足侪无共款。但恁若阵无敬佩总部，那阵国会会当全面改选，迄老差拢离开，啊总统直选，由台湾8来选，足侪冲突会当用选举来解决，用足侪冲突会当伫国会来解决。骂归骂，但是无台湾到即摆并无用刀用枪咧冲突，是这个情形。慢慢建立咱的这个和平的社会。到即摆到目前虽然有足侪骂来骂去，但是咱台湾并无内战，这是当时大家一番苦心研究出来的结果。咱也无赞成一个人讲要举刀举枪，要安怎杀什么人，咱并无赞成。所以我出国的时阵有一摆演讲有一摆演讲咧讨论讲美丽岛事件甲二八事件有啥无共款？美丽岛事件会当发生，咱当然讲这是外来政权。美丽岛事件是安怎咧？因就讲恁大家咧主张，到尾嘛是发生二八事件，了佫发生美丽岛事件。究竟这两个事件有啥无共款？这两个事件有啥关系？当时有一摆我演讲，我有咧解说，我拄仔讲，228事件是外来政权来统治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是伫台湾的政府，伫台湾咧靠台湾人的即个税金，靠台湾的土地人民的支持的存在。家己讲，伊毋是台湾政府，伊是中国政府。伊管中国、管蒙古、协同新疆即种政府，即种政府就发生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的主张，就是讲，除了解除教育以外，一项就是国会全面改选。国会改选只有台湾金门片哦、台澎金马台湾片哦、金门马祖会八是选的国会议员，才有权力决定咱的代志。即款叫做讲这是台独就要枪毙就是叛乱。所以咱就感觉讲228事件以后，咱讲的5项主张并无解决台湾的问题。5项主张是干互做加速这件代志，小可得到安慰，但是并无解决台湾的问题。解决台湾的问题，就到政治的方面解决是3项：戒毒戒严、敬重到裁撤、取消警备总部。第2，国会全面改选，迄老贼拢拗住，拢离开。第3，总统直选。国会全面解除戒严，中建国有甲答应讲慢慢来，不要那么急伊要慢慢来将警政管理往较缩较少，咱无通接受就解除戒严。第2，国会全面改选。到尾中建国有答应，咱民意已经足强，希望国会全面改选。中建国有一摆叫柯文雄来找我，伊讲中建国已经答应，迄阵美丽岛也无发生，也无开始抓人，有答应讲国会要改组啦。你是主张国会全面改选，中建国做国会改组啦。国会要改组，伊的讲法是讲立法院。即摆就200几个外省人，200几个老贼伫遐代表中国选出来发。就讲安尼来做一个改组，因为足侪外省人去台湾嘛，希望讲，阮即摆新一代爬起来，咱从学子上代表浙江、代表福建、代表广东、广西，伊嘛有意见，所以就讲叫可能上来甲我讲，伊讲中建国已经决定要改组。国会讲立法院300个立法委员，300个，台湾人互恁选100个，伊讲台湾人选35个，3倍100个，台北市选5个，即摆改做15个。老贼旧个立法委员互相选100个，互相选100个，200几个淘汰一寡年纪较大个复选100个。另外100个安怎？由蒋经国总统。选台湾内底外省人，照因倒一省倒一省的职管，一省超2个几个安尼北京、南京迄在燕霞市2个加起100个来代表大陆国性，当然我袂当接受啊。
这种改造伊的观念，也是讲我这政府是中国政府啊。啊，这拢是国民党因外省人要掌握权力，闹一个总统才选100个，啊，旧的搁留100个，反是会死就煞。但是这个总统选100个，大概有100个哦，大概有100个。啊，阵也无咧讲总统要怎选吼，无理由一个人，伊虽然是总统，会当选100个，敢台湾人遮侪人选的100个，吼，边仔伫国会咧做国会议员。有一摆，即个赵少康，国民党的一个拍手，一个口才较好，一个座谈会甲阮商量嘛，伊嘛讲，这是中国政府啊，这毋是台湾政府啊。你若讲这台湾政府就台独就要枪毙啊！而中国政府啊，大陆我们外省人比你们人多啊，阮外省人12亿，你台湾人才2千万尔，你们人少，我们人多，你们听我们的。讲啊，遮看哦，我讲好啊，讲得有道理。但是，你12亿个税金要摕来纳啊！你著12亿税金摕来纳啊，因为大家拢知影，有代表权，只有纳税人才有代表权啦。我你若有法度代表12亿个人税金摕来纳吼，阮甘愿互你去代表袂要紧吼，或者伊就点去啊。啊，这理论一直拢足侪人咧讲，吼啊理论因的理论就是用安尼。要来互外省人伫台湾变做政权的多数的权伫因手头，到尾蒋经国咧讲的迄个做伊的制度做大陆代表制，大陆每一个省拢有。到尾咱研究足久吼，民进党甲想一个办法讲，啊无咱来甲取消职权，吼，啊像李登辉当然也有同意啦，讲迄职权吼甲取消。你若看我的小说《白板户》吼，伫较早。维晋南北朝的当时都有这制度吼，因祖公一代就是遐个人吼。伊虽然搬到福建，不承认我是福建人，我就是倒个人，啊保障因原来迄所在的权。国民党嘛是学即套，我是浙江人，所以考试保障浙江的几个吼，立法院几个，各地几个，政府官员几个，或者台法官啊几个吼，东北几个，西北几个，啊有院长，台湾人会使一个立法院院长，吼，啊这东北吼，这个东北满洲一个院长，西北医药院一个院长，西南中原一个，安尼5院。因的理论就是安尼，阮都无人接受啊。我到尾想要讲，咱来甲取消职权，就是户籍化，户籍化对有职权吼。恁阿公是浙江人，你永远浙江人；你福建人，蒙古人，甲取消。李登辉伊知影这妙处，伊讲会使啊，赞成。啊，讲啊遮好听，为着咱台湾内部互相融洽相处，大家好好，莫阁分职权吼，啊职权也无意义。咱的户口上莫写职权，写出生地。所以恁即摆身份证也好。户口名簿、户籍成本无职权即两类，啊，所以你以后就无法度讲即个赵康你浙江人代表浙江无这代志，你毋是浙江人，是台北市人，你要选立委、选议员出来选，台北市出来选，吼，啊，到尾啊有都无人阁咧讲即款制度，所以咱真认真伫政治上改度改严，国会全面改选，甲总统直选。来，互咱台湾会当吼，较和平相处，无讲是为国家来对着举刀举枪伫遐样迄度。当然，台湾也毋是真美好的社会，但咱第一个目标，台湾内部有啥争执，用选举、用辩论吼，还是要相拍伫国会相拍。咱规个路莫讲外省本省安怎，即摆嘛无吼。我一摆问阿扁啊讲。你即摆省的小将，几个外省人，几个台湾人？伊讲我知，吼，因为伊的资料无写，敢写籍贯，无敢写出生地，无写籍贯。啊，外省人话台湾足够讲，啊，台湾人话北京个嘛讲啊唠叫，所以有咧面谈时嘛搞不清楚，伊也袂使问讲啊，你是外省人本省人，伊讲伊也袂去问。所以慢慢吼，台湾慢慢，即个外省本省会分裂吼。就较无遐重要，咱用足侪认真，想要把创造一个和平的社会。咱希望离伫把事件造成伤害，
慢慢会无去吼。当然，历史是无法度袂记哩，所以咱继续即本2028咧研究，继续伫咧推动。但是，至少台湾社会，即摆讲血债血还迄种人愈来愈少吼。啊，应该较无啦吼，还是讲要讲外省本省的即个冲突，吼，就像爱尔兰迄种做法嘛无吼。啊，民进党内底嘛无种个声音吼，所以咱有真侪努力吼。啊，台湾当然需要佫足侪无共款的做法，来互咱的目标。咱目标当然除了好，比如应该也民主自由、主权独立足侪问题，来继续努力。请各位指教，谢谢，多谢。咱做伙压头来祈祷，用听甲公义来掌管世界的主上帝。愿你互阮通经验到你的国降临，互阮看见你的旨意伫正。愿你互阮通诚实面对过去，求主你互阮通无分彼此。做伙来追求历史的真相，帮助阮伫真理的中间来得到心灵的自由，互阮真正通伫上帝你的听中间来搁好，真正通用诚实来彼此相听。求上帝你的圣神伫台湾人的中间来运行。互过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通得到勇气来面对过去苦难造成的创伤，并且伫主理的听的中间，来得到继续追求真理的快乐。也求主理，互过去白色恐怖的加害者，也通得到勇气来面对家己的错误。并且伫主理的听的中间，追求主理以及受害者的原谅。主啊，求你用听甲公义来引带台湾人，互全台湾无分男女、无分族群、无分阶级、无分党派，拢通做伙来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上帝你来同行。主啊，愿安尼恳求，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望咱继续为着即块土地的需要，当行伫上帝的真理来祈祷。咱用祈祷的心，咱来吟圣诗519首。为即块土地，愿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若讲全地遍照。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
咱即个时阵要为着中华区的事工来奉献。咱最后要请会堂教会杨秋金长老来祈祷。陈秋金，对不起。至圣天边，阮的上帝，你是早一个、现在一个、将来也永远一个上帝。阮真感谢你，顶选阮诚做你的囝儿、查某囝。22872周年和平纪念日，阮聚集伫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降临，用你的公义怜悯，用你的恩典来安慰受害的家属，也搁互阮台湾。转型正义，早一日顺利来完成。互你所想事，台湾这个土地伫地里亲像是天里。阮当献上淡薄的金银伫你面前，恳求做你欢喜来降落，通做你的路用。阮咱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个报告的时间，我想咱甲杨会长咱甲伊用这个掌声，甲伊说一个多谢咧，好毋好？因为伫这个议题的顶面，伊徛伫第一线，伫咧处理真侪咱毋知影的代志，真侪少年人无趣味这个话题，真侪家庭，真侪人感觉讲。政治我无爱插，但是伊拢毋知影背后伫伊毋插的中间，有真侪前辈徛伫真危险的所在，直咧为着咱争取各种的福利。伫咱中间也迄个高文兄的负责人，我拢叫伊周姐姐。阮即个周姐姐食到70几啊，吼，也佫为着台湾话真拍拼，为着台湾文化，惊台湾的下一代袂晓讲台湾话吼。来，咱甲周清玉馆长，咱拍一个扑仔来，好毋好？迄个周姐伊拢伫中华教会伫咧做礼拜。恁想姚嘉文院长？是毋是基督徒？伊用暗咧演讲的中间有用真侪圣经知啦无？有一日我往咧伫个张师大咧教册，突然接到伊的电话，
Happy One， 都一则圣经，都迄个都一句圣经吼，就记载伫什么所在？你若去关怀中心伊大个所在，咱高文兄的办公室调一句，调者主导文就是拄则医生任的主导文调伫个办公室。伊的姐夫拢是真好的基督徒，呀，所以长老教会通欢喜，长老教会即个信仰造成真侪影响台湾的人才，譬如讲拄则伫咧讲的迄个林木生博士，伊的囝林宗义博士。这拢是台湾真精英，然后咱迄个李登辉总统，咱长老教会形成真侪遮的毋望即个上帝用伊的真理，用伊的亮光，直直咧引带。咱伫北部有马街，中部有迄个中基，南部有迄个什么新楼，然后。北中南甲东部，我想咱有真侪遮个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咱伫咧影响即个土地。所以用真理、用公义、用听甲服务，咱毋望哦。台湾话也是咱教会真要紧，伫遮伫咧推动。即句话你会晓无？阮兜讲台语。拜托个阿公阿嬷无爱甲你的囝讲华语迄，为着传宗接代，甲你的孙拢讲台湾话。伊的华语都互伊去到学校就讲就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咱关怀协会也有合唱团拜一暗，所以若爱唱歌的斗阵来唱台语。甲咱偷偷讲一项，即摆已经确定的代志，就是台语园区。即马迄个青玉姐已经关怀已经标着即个明仔载的代志，所以安尼牧师还未发生的代志，我伫遮先公布，安尼意思是我是先知啦吼。明仔载早要发生的代志，我即马先伫徛咱遮先宣布安尼吼。所以。咱即马伫遐迄个宪兵营遐将来会变做台语全台湾唯一一个台语的园区明仔载中华县政府要发标这样事，国标这样事应该是咱关怀中心关怀协会摕到咱来祈祷，所以伫迄个园区会有真侪台语的营会、台语的训练毋望咱即马过来迄个过活节的清早的礼拜，咱看会当来去遐无？青玉这迄个是你用理事长做，你都爱伫遐3到5分伫即个过活清早的礼拜咱的下一代，包括咱国教会组织了，请送来遮训练咱的台语，因即马已经有差不多40-50个。迄个义工老师伫咧教台语，所以请咱逐个人3到来有份即个台语的传承，好无？来，我即个遮我来看讲咱永暗逐个人的出席，好无？来，中山教会，中山，毋知几个人？哇，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们都讲闽南话，对你们对不起。教会 ，OK， 中山教会，来，咱台位。你是六个是无？会较晓2个迄个梅干部 ，OK， 牧师一个好来，永福教会，遐面顶几个？1、4、7。8、9、10、11、12、14、15、16、18、OK，
18。向阳2位 ，OK， 牧师因吼。中山2位 ，OK。中华 ，OK， 2个，嘿，吼，嘿，像这咧搬过中华吼。啊，牧师去参加，林牧师参加郭牧师的吼。OK， 美光，美光4个 ，OK。花坛14，对无？6、11个，花坛11。河米3位、4位 ，OK， 4位。鹿港生鸡卵。东兴 ，OK， 一个多谢牧师。草港，较远的草港，哦，草港原来来阮这水姑娘啊。OK， 秀水生鸡卵，白沙，哦，好几个，4位，5位 ，OK， 5位。好，咱互相拍一个炮仔来，好唔好？哈呀。愿上帝赐恩赐福，互咱逐个人久久后一个亲睦。迄个咱顶一次，咱伫中松的教会为着宗教改革纪念组织联合礼拜10月26，迄个郑永文牧师伫遐带咱迄日是93个奉献7294块。咱下一次区会的联合礼拜4月19，伫中华教会为着受咱联合礼拜，蔡牧东牧师要来带咱。即马过，就是受咱了后，就是过活节，过活的早起，咱有一个清早的礼拜。再有一个是中华县政府伫2月27，早起时9点半。2月27早起时9点半，伫中华县政府的总店要举行228的纪念会，报咱知影。OK， 以上报告多谢。仰望上帝旨意伫正入地里，咱即个时阵，咱起立，咱来吟圣诗635首，咱唱2遍吼。上帝的百姓，若简单伫遐祈祷，上帝旨意袂得成伫地；若简单伫厝内，伫礼拜堂内面伫吟诗礼拜，上帝旨意袂得成伫地。着祈祷，着读圣经，着学乐吟诗，也着出去，用咱的好所行来见证，来改变这个社会。真理伫头前带咱。真理的声伫遐咧呼召咱，但你着受册对遮出去，诚侪上帝的军队者，互伊的旨意通过你的手所做一切美善的工，遍满伫全地，互全台湾岛，因为你得着福气。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世大不尽。阿门。诚济，上帝祝福你。上帝赐福你的家，上帝赐福台湾平安仁爱。